啊，这个哦，安那最近这天气有够热的啦，有够热，真正是有够热啦。啊，拢食袂落呢。你食袂落？真的啊，你袂枵，拢袂枵。拢袂晓巴肚啊清热。你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？有淡薄啊，安尼头壳长长安尼吼。我会甲你讲，你平常时吼就照顾我。哎，今仔日我会甲你处理一下，你有法度甲我处理哦？好好啊处理一下哈。安怎处理？巴肚袂枵，巴肚袂枵。哎，帮你开鼻。你也晓这哦？来，要安怎开鼻？我有一点仔中医的知识啦。嘿，啊，我看见吼，这所在，这嘛爱帮你处理一下，安尼。安尼哦。嘿。你搭这即摆是要创啥哈？就是爱给饲啦，给你饲。你知影因为哦，目来这足济迄道，迄道你筋哦足粗呢，所以爱给你饲落去，这样才会饲得准，嘿，对无？这流目屎。安尼敢有感觉巴肚有一点仔枵？巴肚枵是无啦，但是规巴肚火是有啦。嘿啦。规巴肚火规巴哦。肚火。可能咱的好朋友吼，多咱好朋友有一种方法。伊有方法就对嘿，啊。可能有撇步，俺甲你请出来。啊，好啦好啦。好，欢迎蒋瑞酸。哦，瑞酸，哎呦喂呀！哇，这很大家好，这久无来啊哈。这久无看无来啊。你唔是咧有心，唔是咧生囝？我生了啊。生了啊。系啊。啊，所以你哪有时间好偷走出来？爱趁牛奶的钱啊。趁牛奶钱。趁牛奶钱啊。啊，我来看你啊，看你今摆是安怎？安尼吼，无啦，最近天气生热，拢食无啥会落啦。是啊，啊你敢有撇步啊？撇步。开鼻的撇步，退火的撇步。我热天的时阵都爱啉柠檬汁。哦。啊冰的，哦，足好啉的，啉落了就会较想要食物件。哦，啊你试看卖啊？我是拢啉葡萄汁啦。葡萄汁你是啉伤多啊啦。啉葡萄汁我就 OK 啊啦。哦，但是今仔日吼，咱拄仔讲吼，爱退火，搁爱开鼻。咱导览先生呢，有传好食的物件，会当甲你退火，搁开鼻哦。哦，对嘛，对啊，你是专业的。今个卖黑白痴啦。我是真正爱甲你饲。好，紧叫出来啊啦，嘿啦，到底是啥啦？工课搬啦。来，欢迎咱导览先生的工课搬山弟妹。大家好，我是沙地妹派妹。啊，咱今仔日到底是要带大家去倒位凉凉呢？即马就准备来看咱今仔日的美食啊！哦，看完影片，你有感觉规个人拢凉去无？敢若有咧，我看到迄仙草哇，规个拢开鼻起来，退火，有你嘛介意嘛？嘿，我介意。外口30度啊，即马内底剩15度尔。哦，大波冷起来。所以咱今日要介绍的就是咱生殖关西的仙草，啊，搁有中华园林的咸酸甜。故乡。啊，头拄仔后子讲毋是用饲甲规巴肚火嘛？即马就是爱紧来食一碗仙草，才会当退火啊！马上就仙草好食。来啦，咱混来啊！后尾啦，我今日无摘仙草来过啦，是那个虾米？等我一下，你莫紧张哦，就是紧张的是你吧？我咧采仙草，你讲我咧紧张。我讲一个故事，我较早细汉时阵，阮妈
一直拢就想要甲我拍的，就伊大概拢会大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我看到你嘛有这种情况。所以我就会紧捧钱我生草要互阮妈冷静者。啊，伊就冷静了后咧，我就会摕2粒咸酸甜互食，互伊想起伊初恋的滋味。啊，伊就看欢喜，就袂记要甲我拍。所以咱今仔日就要来欢迎阮妈的初恋。毋是，是互大家想起伊的初恋的安娜老师。初恋你好。我不是，你出来初恋。安娜老师啊，我本来当作伊是厝内咧卖咸酸甜，才会做咸酸甜。结果安娜老师竟然是煮咖啡，嘿咖啡师呢。咖啡师，我是咧煮咖啡的，是煮咖啡伤苦，才会去做咸酸甜吗？但是人生伤苦。啊，老师搁较厉害的就是伊搁甲咸酸甜做成鸡卵糕哦，而且老师的鸡卵糕拢有家己的故事哦。啊，到底是啥物故事？啊，鸡卵糕又搁是啥物味呢？欢迎安安老师甲咱讲伊甲园林的故事。谢谢。好，再来第2位的杜兰老师啊，就是咱大家看到伊就袂会大。哎呦，啊，日头看到伊嘛闪去边仔的。这厉害！对，哦，伊的名足长的哦。等我一下，仙草博物馆竞赛阿何老师。哦，竞赛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其实我甲仙草无啥熟识，我敢知影仙草若是寒人的时阵就变烧的，啊热人的时阵就变冰的。啊，你若变大只的时阵呢，伊就变啉的仙草茶。啊。咱今仔日的老师啊，伊拄开始甲仙草嘛无啥熟识哦，伊只是无细字，阁无拄好去带着仙草的查某囝，才会开始做仙草啦。啊，接触了后才知影讲吼，哦，迄做仙草足辛苦的，一碗仙草茶爱转8点钟才有法度啉呢。老师，你较早去遛你的某的时阵，你甲讨电话敢有开8点钟？同样个不记哦。加拍了的。对。所以咱今仔就互老师一个机会来甲大家讲婚姻的痛苦。啊，不是生草的故事啦。今天是这个主题。好，是来介绍仙草。啊无我来讲好啊，是我伫15年前的时阵哦，讲到我规个都会大起来。等下你刚才会大，等下个啉。好，老师请坐。欢迎翁仔兄，我是毋是捌去过你的店？咱伫个进前，我咧做蜜饯，迄落鸡卵糕的时阵，你来过。对嘛？嘿迄时阵你咧煮咖啡哦。我搁送你一罐酒。对嘛？对，就是你啊，就是有送酒我才会记你啦。哎，你捌来过，我毋捌，你来过我毋捌。这是重点啦，重点。嘿，对。伊迄间咖啡店哦，足趣味的，是一间新开的老店。对。是文车店。算，因为阮无甲定位讲伊到底是文青还是啥物咖啡店，伊其实是一个讲故事的咖啡店。上主要就是讲伊的迄个每一个鸡卵糕，各有伊家己的故事。家己的故事，家己一款咸酸甜伫内底。阮咧做即个品牌的时阵，一开始是咧讲，你若讲外地人来到园林，要伫咧一个所在去了解园林的故事，甲即个产业，所以阮就想讲，无咱若讲对象是少年人，咱要来甲因讲蜜饯即件代志，所以阮就甲蜜饯甲做成鸡卵糕，啊，一个鸡卵糕就有一个园林的故事。嘿，啊，就听个哪食哪看故事，就听个知影讲，园林有啥物所在是因为即个故事安尼。就期待。足精彩的，连面来听看。好，今仔应该嘛有炸烧酒来吧？啊，无。今晚袂使请你上架，啊，无咱来甲阿和讲一下。你乃卖仙草，卖甲开博物馆哦？啊，就是足无拄好一开始，阮毋是博物馆啊，阮是开一个仙草店。拄好着主持人有来阮遮。我嘛去过。你拢袂记你十几年，这是8年，嘿，是你。啊，你应该无送我烧酒。我无送着烧酒，我会个记好诶。所以讲后来呢，有团体要来阮迄小店无团体袂当来，阮就另外开一间较大间呢，
团体嘛会当开游览车来遮坐闹闹的，啊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阮去因遐报过了，规个生意拢好起来。是啊，你是招财猫呢。所以愈开愈大间。无就2间尔，就2间尔，有袂有啊？ 10间拢才300平。嘿，足大啊！哎呦，游览车来啊，一车一车。神超王柱呢？住啊，对啊，所以恁丈人爸伊无传落伊的查某囝传落你。阮某无想要食，伤忝啊，所以讲我就来啊，想讲开遮久啊，拍算啊，无人食拍算啊，而且讲迄仙草乃做品牌哦，啊，别人嘛有咧做，安尼足侪人咧收，迄介绍的种会较好。阮丈人爸想讲，这莫收起来，大家做伙做，安尼对遮拢会较好起来。而且重点就是讲，你看囝婿甲因丈人爸。2个查甫人要安怎做伙做一件工课，一定定定冤家啊，对无？是吗？你看伊拄下私底下来一直讲伊丈人爸的歹话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无啊，是安尼哦。无，我是感觉我甲伊做较好啦。啊，因为吼，若是为甲家后生讲话吼，迄拢较直接，就是讲啊，有啥物建议吼，啊就卖。啊，若是我甲伊讲的时阵。伊会想看卖是要安怎讲的，莫拍歹这个感情。查甫人的浪漫。对，这个机缘袂歹，所以才有今仔这个故事好听。咱才有仙草会当啉，会当食。对，啊无咱即摆为倒位先来哈。就是咱的安娜老师，安娜老师先行。我先来。好，欢迎。这个蜜饯就是为个园林慢慢发展起来，迄阵的产量一年可能到30亿。哇，中华人足好野呢。是啊，好呀啦。好呀啦，中华区真正还好。我今仔日嘛有传递要各位啉。一时的是啥物？我讲做这是姜呢，不是啦。哎，我哪有安尼？这个组合是啥物啦？啊，这个装置艺术是园林请装置艺术大师叫做草间弥生。哦。伊的正式的名叫做我请我的关大的去找我的男朋友。你这个无黑白讲。无黑白讲。安老师先行。我先来。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洪仔，我来自彰化县中部的园林。今仔日要带大家来讲园林甲咸生甜的故事。好，做伙来看。哎呦，这是咧谈恋爱哦。哎对，就是谈恋爱。爱情咸生甜。哎对。哎，赞。恁敢知影蜜饯咸生甜是对倒来的？伊的用途一开始是安怎？你知无？谈恋爱吧。有点要谈恋爱，就是食了顶个谈恋因为爱。外公是送巧克力豆。巧克力豆。嘿啊，对。是，真正类似你讲对啊。参像嘿。其实蜜饯其实甲巧克力是有点啊相像。吼，早期真久真前，资料馆顶写讲，蜜饯一开始是查某囡仔要看迄个红赛，也是男朋友要出远，要去较远的所在的时阵，咱伫咧厝诶做蜜饯，啊，甲用红色的包仔甲包起来，吼，啊，再搁摕一张纸内底个写咱的情诗，吼，啊，互你带去，互你徛喺外口，因为较早无车啊，啊无车的时阵，你想讲出去甲转来爱足久的呢，有时阵几啊个月啊，啊，你着炸一包蜜饯，出去外口做工课拍拼的时阵，着听闻哪食哪想着讲哇。我的水某伫厝诶，嘿，我的另外一半伫厝诶，这蜜饯就是对遮来的。啊，因为蜜饯的做法，过来大家拢知影要安怎做啊。吼，啊，咧开始就讲到园林做蜜饯、做咸生甜的历史。吼，那早期八卦山伫倒你毋知？嘿，彰化人知影八卦山。八卦山搁为南就是八卦山。对。
哦，无共款咯吼。啊，八哥山就是一个种足侪水果的所在。啊，水果种足侪了后会安怎？会好一食。开始食啊足爽的。食袂完。嘿，就是啊，过来食袂了咩啦？食袂了就想讲单调拍算，就开始有人甲水果摕伫个厝的甕仔内底，用盐、用糖甲生起来，生起来了后，过来拍干，啊，就挺好食。嘿，这就是园林蜜饯开始家家户户拢有做，是因为八哥山开始种足侪水果开始的。嘿，即摆开车较罕咧坐火车对无吼？火车头前有一个，迄叫做装置艺术，吼。啊，这个装置艺术是园林请日本真有名的装置艺术大师，叫做草间弥生。哦，大家应该捌听过伊，所以伊做一双冠搭，啊，这个冠搭的意义就是讲，这个车头园林这个所在是上适合谈恋爱的所在。哦。咸酸甜嘛，是一个恋爱的恋爱的滋味，所以就请伊来做这个物件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装置艺术叫什么名？叫啥物名？真长。老师你敢知？咸酸甜。不是，无真长都变三字，不是。伊的正式的名叫做我穿我的冠搭的去找我的男朋友。哦。对。你这个无黑白讲。无我袂讲，我最认真咧讲，正经的。老师来啥咧黑白讲？所以你若讲有机会来园林，你就听我来遮找到这个装置艺术，这是真正足有名，啊嘛足趣味的一个所在。继续就是讲，早期蜜饯的故事，吼，咱讲迄时阵是八哥山种足侪水果的，啊，佫是伫迄落收集的所在，啊嘛要运去外县市做买卖。但是你看车头遮侪水果，啊，遮个水果，迄时阵火车佫慢，你若伫遮挡2、3工，水果会安那？歹去就拍算啊。啊，迄时阵就是有一个人，伊就甲这水果想着讲，啊，无咱摕倒来厝诶，用较大量诶来做蜜饯，吼，啊，就开始卖，就安尼做。吼，你看，做生意煞愈来愈好，煞愈来愈受欢迎。所以迄时阵，园林就是家户户，吼，足侪人厝诶拢在做蜜饯。你看，这大姊安尼做甲足辛苦，你看，啊，这一个囡仔食甲足欢喜啊，你看，看翕相，顾翕相。爱认真做，明仔就认真食。好，啊，这个蜜饯就是为园林安尼慢慢啊发展起来，吼，啊，过来就开始有一个商人叫做洪锡福，吼，伊是中国人，伊是福建人，吼，啊，伊来到台湾园林考察的时阵，就发觉讲，这个所在怎奈水果遮济，啊，佫有人咧做蜜饯，所以就开始开一个工厂，叫做富里。开一个工厂来做罐头、掺蜜饯这个产业，所以这个产业从为这开始做了，就愈来愈繁盛，愈来愈足多人做。迄时阵听顶一辈讲，100外间蜜饯公司拢开始咧做，啊，规庄头，所以规个园林几乎所有的人拢咧做蜜饯。你伫个园林咧行的时阵，你闻到的园林的空气拢是甜的。哎呦。你的祖先敢会无可能咧做蜜饯的？嘿啊！做一代，我甲你讲，全台湾有2个所在，你伫咧街路行，迄空气是甜的。除了园林以外，佫有一个所在。甜的。甜的哦，是芥蓝蜜哎哦，山甜味。厉害哦，台南拢是甜甜的。甜的，对。甘蔗的哦。因为台南食足甜的嘛。哦。啥物拢爱糖。对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园林人，伊讲有一条路叫山卡路。对，山卡路。就是一个所在嘛，伊讲。百哥山内了后，遐有一条山卡路，山卡路正内迄条叫做原水路。啊，原水路甲车头咧，这条路悬顶有足侪人咧卖蜜饯咧。啊，因为这个富里牌，迄个富里工厂开始开了后，就足侪蜜饯店开始叫富啥物，大家拢想要好嘢啦。啊，后来因为迄个工厂开始，高级蜜饯开始变有铁鸭肉，也是李鸭肉，开始做外销到全世界去。吼，啊，迄时阵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即个产业，佮加上百哥山足有名的风景区，吼，就开始
全台湾就开始游览车迄直来咱园林。嘿，迄时阵吼，一台游览车若赖大概平均消费就要6、7千箍。嘿，啊，你规台车赖，佮后一台车，佮后一台车就真恐怖。迄时阵的产量一年可能到31亿。哇哇，中华人足好野呢。是啊，好呀啦。园林，我你中华是真正还好。啊，我嘛有传你阿爸来请大家食蜜饯，真好，大家听完哪食哪听我讲哦吼。我上爱蜜饯啊，我阿嬷嘛是会买蜜饯，腌迄头毛豆。哦，嘿，细汉时阵咱安尼食。你食啥物？你拣的是，你看起芭乐来是芭乐，芭乐。芭乐，芭乐，哦，芭乐，红的芭乐。诶，我爱这是啥物？迄应该是蔓越莓。蔓越莓哦。你食看觅。哎，确定哦，蔓越莓。较己食，搁家己食。哦，我这做芳啊，嘛袂生甜呢。你应该是咸橄榄嘛，咸橄榄。啊，咸橄榄，嘿，对。咸橄榄，咸橄榄对。咸的哦。咸橄榄。啊，你迄个是脆梅吧？嘿，脆梅，我上爱脆梅啊。脆梅赞。这是金枣，金枣。金枣。我逐工拢会食呢。你逐工食？系啊，我逐工拢会食，因为我要开车，我开车的时阵拢会食蜜饯。我上爱食迄那个鲜渣饼。哦。嘿，啊，伫咧厝内底，我阿嬷嘛会用蜜饯互阮食。伊拢有去菜，伊拢会去菜市仔买足济无共款的口味安尼。系啊。这拄啊好，我拄啊好有炸一寡小礼物。好，遐拄好，哇！来，你先喊嘛吧，你是想要甲伊交往的？我大家拢有啦，大家拢有。你真厉害咧！你若爱啉烧酒的，你讲哪会遮多？我遮有烧酒。啊，我要食蜜饯就。这个有。哦，足厉害。即摆的蜜饯，为较早红仔开始生，开始拍伫咧定的，发展到即摆已经有一个温室。哦。哇！啊，这有一个立拍场，吼，较袂去互风吹，较袂去互雨拍，雨淋着。做蜜饯实在真辛苦，因为安尼遮辛苦，所以到即摆园林的蜜饯工厂愈来愈少。无啥想要人去做啊，敢若想讲叫你下一个山啊，下了搁去处理到上后尾听互食，其实已经无符合成本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一下金枣怎啊做。哦。哎，这敢若乐粗咧开奖。嘿，对，伊会掉。伊一开始会用粗盐，嘿，啊开始搁用糖，啊金枣较麻烦是爱搁用针落去涂，吼，啊涂破了后再用糖来生，才生会入去。哦。嘿，迄就是我食的迄个。对，嘿，金枣了后，咱继续讲，园林人对蜜饯的使用，甲阮的日常做甲安怎吼？这你看到的是迄落梅啊干，吼。啊，伊其实阮较早囡仔的时阵，拢摕它，伊来泡茶，泡茶啉。啊，我今仔日嘛有传茶，要互各位啉。您说的哦。你叫人爱说你。您说的哦。看你安尼，我真系规个拢紧张。我足惊呢。你手唔好喘。您说的哦。搁有一个米香食一个配饼。迄米香有蜜饯伫内底哦。所以这嘛是园林的爆米香哦。米香是秀水做的。秀水的米香。秀水一个朋友做。哦。嘿，啊伊内底是干仔，无籽的干仔，剥咧，你会去剥到干仔，干仔就是有一个味，会，互你想起较早做囡仔的代志。你讲这是柑仔哦？干仔，干仔就是甘蓝，柑哦嘿哦。炒干仔。啊配一喙茶，甘甜，袂伤重。哦。哇好。这嘛是迄种怀念的往来。系啊，往来饼做的。生过迄往来。嘿。啊，这一丝的是啥物？一丝是木瓜签。木瓜签有。我当作这是姜呢。唔是啦。我哪有安尼？这个组合是啥物啦？这个倒菜刀。木瓜丝即马较少看到。啊，因为较早蜜饯大部分拢是用麦芽落去煮，所以泡出来茶就是甜甘。嘿。内底啊，你哪食，咱袂无聊，就是听个吐蜜饯起来食。搁有这是杨桃。嘿，杨桃。杨桃瓜有杨桃瓜，有情人果。
搁有旺来嘿、木瓜丝，啊，搁有干呐，都袂歹。嘿，袂歹吼。哦，搁有沙拉，啊，过来就讲，伊要入去阮食的所在，食的所在原林有人用伊来做沙拉，吼，啊，这是梅仔粉，梅仔粉是沙拉做好了后，听个甲压伫悬顶加一寡气味，酸酸甘甘，啊嘛有人用甘呐，吼，啊，搁有你伫咧网络悬顶会找一寡食谱，就是用金枣落去做排骨红烧，吼，啊嘛有人去用干辣落去炖鸡汤，吼。啊，这个部分就是爱去园林可能就找人有人做，就听个找伊来食看卖咧。好，好，啊，我今仔日导览就到这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若有时间，若有机会来园林找我食蜜饯，我再带大家去食冰，食树糕冰。好，谢谢。各位老师，所以你本身嘛毋是在地人，毋是园林人。我毋是土生土长的在地人，对，我是后来才来园林的，用一个方法讲故事，互人知影蜜饯这个故事。真趣味。真感动啊！大张伟，真感动你诶！感动，足感动。对啊，就亲像我毋是华人人，我嘛是对华人有足深的感动，同款意思啦。你的辛苦我拢知啦。那即马就要来换第二位的老师来甲咱介绍啊哦。好，加油，阿豪老师。欢迎。这就是阮的神草花，这是神草的花。产生薰衣草。嘿，对，会当品看嘛，迄神草。哦，那你这个表情。哦。你这色水敢若汤锅，这个乌色，哎呦。这味是外口食袂到的味。足甘的，足甘的足顺的气味。神草呢，你家己酥酥会黏黏稠稠的，真的，哦，我黏黏呢。这黏条的呢。你搞把你背开啊！啊，你看先两哦，你唔好家己去厝生这个黏条。加油，阿豪老师。欢迎。我是神草博物馆的竞赛阿豪，即摆来甲伊介绍一下阮遮的神草，嘿，关系的故事，吼。关西吼名产是神草啦，但是大家要看卖一下，关西吼农产品内底产量上悬的是啥物哦？哈？啥物产量上悬？关西农产品啊，关西樱桃是啥物啊？是啥物？大家吼一开始想讲啊，名产是仙草啦，啊应该是对仙草，啊但是吼毋是，是稻米，嘿是米啦，阮遮进产进上济啦。牛啊啦，米。啊，佫要看卖第二关的是啥物？啊？佫毋是仙草。地米，嘿，嘿，关西的地米吼，大家无听过，但是关西新德关有一个物件是碰风茶。嘿，碰风茶是北部，但是收茶吼是即几新德关有咧收。啊，阮关西吼内底嘛是阮早期啊茶米的那个集散地啦，所以阮遮种的嘛足济。第三，较是阮的仙草啦吼，再较是阮的仙草。啊，一开始。大家吼，安尼种一棵一棵的，就是阮的仙草。一开始呢，拢无人种仙草啦，拢是种米啦、种田啦。为啥会有仙草呢？有当阵人客就会甲我问讲，仙草吼是为啥叫做仙草？吼，一开始啊，仙草吼毋是这名，迄无名的。吼，一开始种田，大家种田上惊啥？稻沙，稻沙。稻沙的时阵吼，阮遐吼较。毋是市区啊，嘛无医生伫遐啊，所以讲吼，有当阵迄行过来的医生看到啊，身躯嘛无炸药材，所以讲就地取材就看阮迄种田边迄杂草吼，杂草内底
有一个物件，真正对着刷有效呢。有当阵就摕控制来啉，若是要进场要工课的时阵，就摕来啉。这个物件吼，后来吼，大家就讲做这是先人互阮的草啊，就叫做仙草，就是安尼来。无一开始拢无名，只是杂草尔呢。凉的杂草，是不是？凉的杂草，对。阮遮仙草关西吼种了足济，阮遮产量差不多是全台湾一半以上啦。而且不是产量济哦，阮遮阁有一个种有名的风，叫做高港风。阮遮山足济，水气足重的，所以我着阮迄高港风吹落来吼，就足适合阮仙草的发展，会当品看卖迄仙草。品看卖。有当阵大家仙草是毋是足有味的？其实讲拍了干吼是无味啦。哦，那你这个标准。那遐芳啊！嘿，这就拍了打了的阮的仙草。阮仙草安尼有这水气吼，拍打了哦，再来拍打阁袂当用，阁来放1年到2年以上，才会当摕来用。但是青的来控互大家啉的时阵吼，迄是无味的，迄是无，迄草仔味尔。然后爱控互久，较有这。阮继续来看一个，阮大家实在看卖，这一个是仙草，一个是阮的薄荷。你家看卖，倒一个是仙草还是薄荷？这你专科的啊？无啊，我看到薄荷的时阵拢是Mojito啊，因为拢用料来这个。我看袂出来啊。我唔知呢。是豆饼迄个吗？豆饼是啥物？豆饼的是薄荷，迄是正手边是薄荷另外一边是仙草。仙草，应该是安尼。用看的是看袂出来。大家来看青的。这是薄荷吧？这是高山茶。好像对啦，这是薄荷，这是薄荷。这是薄荷。某一朵。这是啥？Mojito啊。嘛片无啥会出来，这我感觉其实耗子安尼就对啊。这拍起来。拼起来有味的，我感觉内底2项拢有呢，拢有，对啊，拍起来拼起来有味的，迄就是薄荷；拍起来拼起来无味的，迄就是仙草。对，我拄则是讲这个无味啊，这毋是薄荷。但是仙草呢，你家己酥酥，药啊家己酥酥的，加汁，会黏黏稠稠的。敢袂使食，青的食。会当食是无毒啦，但是无啥效啦。真的我黏黏呢。这黏条的呢。你甲我听，你唔好家己伫厝生这黏条。你强你教。伊迄家己心重，真强啊！这就是阮的仙草干。阮农民吼种了吼，拍干了，放咧仓库来放。那有当阵需要的时阵吼，就摕去换钱啊。但是换钱呢，以前就是农会较会当收尔。即马吼。即马有足侪产业会当收这，安尼计价会搁较好。所以讲，阮就人爸较会讲想讲这继续做落去，莫讲无爱做无菜。我想要问，你讲仙草爱拍打了，搁爱放1、2年，放较久，敢会计价较好？仙草甲老菜脯共款吼，放愈久计价愈贵，但是你分袂出来啊。像这吼，你会当讲你放了5年，还是？放无拄好歹去，嘛有可能，拢会较乌。但是我是感觉吼，你买2年的较标准的，你摕转去放，你啥物时阵想要爱，你就摕起来，家己来放，安尼就会当。免遮久的，你分袂出来。这2个吼，拢是仙草地啦。这是家己厝内底放的，因为厝内底无机械啊，放起来会较正，较正，是会较薄啦，阮若是有机械来控的时阵会控较深的，时间会搁较久。你家己控无可能安尼控8点钟嘛，而且搁无压力锅会当控。阮遮吼是较深，控较久，安尼较厚，食起来吼有淡薄熟的味，迄就迄胶质加质。这就是寒天会变做仙草，小仙草。小仙草，
就像迄果冻安尼，仙草冻，仙草冻嘿嘿是吗？其实阮热天吼食仙草茶、仙草冻，啊，若是寒天的时阵诶，阮会食小仙草。啊，小仙草传统来讲吼，小仙草甲仙草冻是同款的物件啦。但小仙草你有当阵买回去无马上食，冷起啊，啊就结冻啊。嘿，所以讲小仙草甲仙草冻是同款的物件，差在伊的温度啦。啊，传统做的方法吼是用空羹啊。嘿，就是用太白粉来空羹，还是番薯粉来空羹。啊，空羹毋是无好，只是讲热量伤悬啦。所以阮遮吼改用迄寒天甲蒟蒻啊，控出来的仙草冻，内底是着天然植物的胶质，就内底就是30纤维，是大人较会当食啦。嘿，这就是阮的仙草冻。啊，后来这就是阮的仙草花。仙草花其实，这是仙草花，嘿，仙草花其实，像是薰衣草嘿，诶，对，薰衣草较蓝一点，阮遮是较粉红一个，嘿，啊，但是吼，其实咧关西吼，平常是看袂到的。这是什么时阵会生花？嘿，十一月差不多正咧十一月，嘿，十一月会开花，但是阮是清明种，中秋收，收了就无花啊。嘿，为啥阮中秋爱收？若是无收，搁放落，11月就会开花。咱但是开花吼，伊的价值拢互花啊，所以阮就无爱啊。所以讲正常吼是看袂到的。啊，阮遮有，阮关西有志工吼，有咧种互人看的。嘿，所以讲哦，11月嘛会当来阮遮看花、食仙草。啊，仙草一年冬天拢会当食，看你要食烧的、食冷的，拢会当食。吼，啊，我即摆介绍到遮为止，吼，大家。来，有啥物问题想要问老师的无？有，你讲。就是讲吼，啊，伊故事头讲啊，尾阮拢无食着仙草，哎呀，我头一直旁，伊就一直爱甲我看，我嘛无法度。伊拢规巴肚火啊啦，紧互伊食。老师有再来甲我啦。退货一个，甲我退货。对，我拄则食迄仙草冻，无恁食着仙草。这是恁厝的家己煮的。对。你啊，恁煮几点钟？这上无爱控8点钟，啊，分开控啊，先控好食。你这色水敢若汤锅，这个乌色，哎呀，乌金啦，有。啊，家己控，无就控这个色水就对了。嘿，家己控歹控。你紧食，你我紧食，我卫生济紧食。你一定爱紧食。迄味是外口食袂到的味。这感觉是用足侪仙草去控的感觉呢。这用时间去控嘿，啊，足甘的，足甘的足顺的气味。伊个后味是甘甘的、苦苦的。迄个后韵真。后韵。嘿，迄嘴尾小寡迄口干嘛，这就是爱控较久较有这种味啊。啊，啉起来有淡薄熟的，迄叫一个价值。嘿，你敢有想过，古早时阵的人哪会知影控8点钟会有价钱？是啥物故事我甲你讲，嘿，这就是真的啊。因为咧控的时阵有无，爱会去披衫，啊披甲袂去啊，啊那8点钟啊，水拢卡去，嘿，啊那规个拢乌去，嘿啊，啊。哪会有交有价值，嘿，价值规个拢控出来。啊，你即摆有退货啊无？啊，袂歹哦。心情有较好吗？我即摆开始咧等仙草鸡，念伊。那照我安尼屈指一算，念伊就会来，而且佫是烧的哦。是安尼。要求就多。差不多大家拢食完那个咸酸甜，啊嘛食着仙草啊，啊到底是要选倒一边，选袂出来啦。所以啊，爱互新互老师提出伊的加分题啊。所以今仔咱就来去加分题吧，行。好，行行。老师，行。好。手饼，啊，阮就用迄落，嘿，食了，无你会惊着啊？安那愈食愈咸，即摆是啥物代志？那有迄个饼是咸的变咸的，你甲零线喜怒哀乐拢放里内底啊。有甜有咸，搁有咸。哦，这就是仙草鸡嘛，吼。好香诶！哦，这有够赞的哦。多奖。好吃啊！老师，你是爱投票啊？投互伊哦？够赞的啊！够赞的，我够赞。
今嘛就互老师一个机会，提出因的加分题。好，行行，行，老师行。哇，就拍哦，这有够赞的哦！哦，这就是生草鸡嘛，吼，是吧？对吧？对，够变呢，鸡汤。够变啊，呢。这生草鸡好啦，这你是爱投票啊？太讨厌。咱要先食烧的，还是先食甜的？咱微烧先先烧的嘛，烧吼。的，我爱家己伫阮厝控这生草鸡，我爱控8点钟，我哪有这个时间，这个成本啊？嘿，你会当来阮遐买迄阮生草原汁，阮控好。控好的哦。安尼你煮鸡汤吼，半点钟就好啊。嘿安尼较简单。恁煮伙直接倒落就好啊嘛。阮煮好的生草汁，你家买鸡肉来煮，差不多半点钟。啊，你嘛会当阮煮好的，啊，创好烧就好啊。好吃哦。老师，你是爱投票啊？投互伊哦。我要跟你做朋友。我嘛要跟你做朋友。老师，你拄仔伫后壁讲，哦，好好煮哦，好好煮哦。就甘甜的呢。鸡汤哦，鸡汤哪会遮赞着？哎呦，哇，嗯，那会遮甘嘛？足甘的。而且你这吧，你这是真正半点钟啊，这哪会规个拢变乌骨鸡啊？嘿，这是风山鸡啦，啊，但煮起来吼就只乌，所以免买迄乌骨鸡啦，买这就好啊。多酱，鸡肉嘛好食，有生草的味吗？足赞的啊！足赞的乌骨鸡。这你若规工安尼吼，啊，遮辛苦，转去会使安尼啉酒啊，再转哇，今仔规工拢价值，是啊，对无？安尼就会当互你降火气。哎，真的讲真的是安尼呢，开鼻，这有够赞。这真正有够好食的。有够好食的。啊，你伫顶头，我嘛唔知要讲。你无想要无想要介绍啊？你家己买加分一个啊！你争气一点啊！我你们加油！咱是来比赛。比赛，阮来交朋友。我想要买啊。我嘛想要买啊！他说你扛落啦，啊，你的物件你嘛介绍，大家想要买啊！好。歹势。咱炸顿食了后，我来食一鸡卵糕。好，阮会做这个鸡卵糕甜点，是因为阮想要甲阮啉的故事，然后变成一个会挺好食，佮挺好下走的物件。所以阮就想讲，甲先去找阮啉的故事。对，像这个饼，这个就是布列塔尼酥饼，酥饼。酥饼。那酥饼咧讲的，就是讲咱迄个时代。大家拢会伫电视看女明星，吼因为迄阵大家少女拢会想讲，哇，电视顶的女明星都出水的，会用足水的迄个口红，红，阮就用内底迄个辣芒果，哦，咱食了后，就讲我是食拄则啉这，感觉无共款是安怎？一直拿布，溜咸，袂足咸的。那还一个。无，你会惊到啊！是啊一开始明明就是敢若咱较早咱结婚的时候，迄大鸭的铁鸭仔饼内底迄个饼，迄个古早的口味啊，那愈食愈咸，即摆是啥物代志？那有迄个饼是咸的变咸的，结果你内底你讲你淋迄个啥物？辣芒果，咸酸瓜，咸酸瓜，有无？伊安尼一个爱红色的，这就是咸酸瓜。伊会做就是因为阮想要互少年人知影讲咸酸瓜是味道来的，饼掺酸瓜结合了后会变成什么滋味？对，所以这就是阮一寡想法，甲变成一个鸡卵糕安尼。你这个想法就赞诶！你甲零星的喜怒哀乐拢放伫咧内底啊！哦，有甜有咸，搁有咸，搁有苦，搁有苦。苦无啦，苦是这，合作呢，爱合作啊！我要开一个景点。好，过来。这就成迄月饼，应该是绿豆椪，绿豆椪，嘛。伊是迄个白红豆。白红豆哦。伊的做法是因为阮林有一个八哥山嘛，头拄仔讲过八哥山。八哥山较早是新社，就一个日本人的新社。新社馆顶有种橄榄，伊头前有2丛足老的橄榄树。阮就想讲，橄榄树其实是离即个园林市啊，离
月娘上介近的人。这2站敢若嘛是看园林看上久的人，所以阮想讲，咱敢若变成一个月光使者，看顾规个园林市。所以咱着做一个月饼，甲敢若甲月娘结做伙。你一定足侪女朋友的对不？就浪漫，用老公讲你看伊搁咧哭啊啦！我妈的初恋就是伊啦。全园林上介悬的2丛橄榄树，哦，但仔看过规个园林的人，对，所以伊就变成是离月娘上近的第人安尼。伊每一项田路拢有家己的故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后来嘛发觉讲，那会遮拄好，因为较早做蜜饯，就是会写一寡小小的情诗，互人早走。阮即摆逐个甜点，逐个家人哥拢有传一个迄落卡片，互来的人摕早走。对，关键会写即个家人哥的故事，甲园林的故事。你会使印较大字。我当念互你听。新过分啊！你帮大家念一下。我嘛看无。八角山顶的月娘，八角山顶有一个日本时代的神社，伫个神社入口。无要紧，我家等你看。你点仔都无浪漫，你嘛搁拜托。你莫搁甲我为难啊啦！我真正无法度啦。你来上咱的节目啊！这个台语嘛无解，我家己留咧转来看。但是即摆手机要炸来，拍出来。哦，即马足难的。足难的啦！哎呀，有仙草啊，还有蜜饯啊，这2个拢遮好。这要怎选啊？一个遮浪漫啊，一个遮芳，哎呦，你安怎选？要安怎选？你顶悬有2个嘛，你就拣一个选，好不好？你讲遐尔简单，无你选。我想者，老师应该甲我走咧。哎呦，紧来哦，5秒，4秒，哎，等改一，3秒，2秒，1秒，好停，交出来，算好哦。好来，今摆来看咱最后投票的结果，到底谁会胜出？3、2、1，打到！恭喜人恭喜啊！你投互咱阿豪啊，是因为汤就好啉的啊，因为汤就好啉的。真的太好啉了。真的啊。啊你咧？我是投蜜饯，嘿，是因为我食到蜜饯，我就想到我阿嬷，所以我甲这感情投互蜜饯。哦，真正想到阿嬷一个媳妇。对啊。啊，你嘛是蜜饯。蜜饯吼陪伴我过去，我上艰苦的时阵，就是我唱水的时阵，因为我一直吐，一直晕船。爱情嘛是，我拢是易晕体质。对啦，啊，就是蜜饯陪我过去一种时间，但是我嘛足爱仙草，但是我家己的感情甲咸酸梨较近啦，对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你咧？我这唔免讲的，有送我烧酒，我一开始。安尼是我会知啊。好菜啊！是讲今仔日2项拢太精彩的。是啊。我甲你讲，我等我一定要甲你订迄个仙草，控8点钟这无买哪会使对无？啊，还有这个爱情的故事，大家做伙甲食起来。感谢2位啦，谢谢啦，太精彩的啦，谢谢啦。谢谢2位导览先生啊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用来海导览先生报名，互大家知影，来讲故事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